我饿，饿就饿，你哭什么丧啊？让他吃。是。谁敲鼓呢？我，两淮盐运使季东平。哼，平常的时候要敲我这面鼓，有理没理先打20板子。季大人，您要是觉得我这面鼓好听，您随便敲。那我得谢李大人赏脸喽。不敢，您是4品，我是5品，哪敢赏您的脸呢？哼，你赏不赏我没关系，我只请李大人不要作难扬州的百姓。这些扬州市民吃饭不能没有盐，这些挑夫船脚没有盐，同样没有饭吃。这事儿真新鲜了啊！你是盐道，管的就是这摊儿，怎么跑我这儿敲鼓来了呀？李大人居然还记得我是盐道。你调兵围我的盐仓，聚花船堵我的码头，有名无实抓起我的商会会长，你怎么就没有想起我这个盐道来呢？我真不愿意想起来。都是朝廷命官，孔子、孟子你也念了不少，皇粮吃着，俸禄拿着，应着名儿的都是给皇上办事，为百姓谋福利。7成盐税呢，那是多少钱呢？我还真不愿意想起你来。你好，你当着扬州的百姓把事情说明白。我还没说明白呢，你就急成这样，算了吧，我看还是别往明白了说吧，省得给咱大清朝丢脸面。你们大伙都听着，咱们季大人什么坏事都没干，盐商罢市就是冲着我李卫来的。你们要骂就骂我李卫，我他妈没本事，没抓住那帮胡作非为的王八蛋。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还是他有良心。听谁说都白扯。你口出秽言，你的官真何在啊？你就不怕丢脸吗？你我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。说得好。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去。辛苦大人呐！让谁站？各位父老，各位乡亲，扬州的事情我知道的晚了些。不管是什么事，作为江苏一省的总县，福某都难辞其咎。在这里，我先向各位告罪了。各位都是为家为小，为一时之生计，才到这里来，实出无奈，福某感同身受。可是，只是围坐在这里，终究不是最好的办法。若能给老夫一个薄面，暂且归家，容我一些功夫，我必会给各位乡里一个交代，如何呀？跟我进来。哼！
两个，一个是4品的道台，一个是5品的知府，论阅历、论年龄，都不是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。一个横着脖子，一个竖着脸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一副市井泼妇的样子，还有体面可存吗？李卫他欺人太甚，没让你回话。你盐道上的缺失还少吗？虽然你只是管盐运周转，克赋离税划不到你那儿，可如今私盐贩运屡禁不绝，连黑道上的盐帮都能跑到扬州登堂入室，你还十分有理吗？回去写个服辩折子，先给我过目，说得过去则罢，否则我领先参了你。是。下官告退。四爷是镶蓝旗籍，我呢也是镶蓝旗左领下，要按满洲的旧俗，我也当得成你半个主子呢。奴才跟主子请安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受你的家礼了，起来吧。四爷现在管着户部，为咱们大清招柴米油盐的急。我知道你这个差事是雍王爷派的，对吧？让我追缴盐税。你追回了多少？50万两。杯水车薪。你们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自己的差事，对得起你家四爷吗？唉，去年的盐税减了7成，可起码还有3成。可如今盐商一罢市，恐怕连这3成都要往下减了。可是我明明看见那库里都是私盐嘛。你抓到真凭实据了吗？你也太莽撞了吧！居然还搬请镇江的陆营兵，明火执仗的去封盐库，没有证据就捆了商会的会长，把这扬州城搅成个什么样子？我领江苏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碰到过盐商罢市这种事，更没见过堂堂一镇太守大庭广众之下耍泼皮。我作为一省的封疆，不能眼瞅着康熙爷治下的太平年间，有什么停行罢市这样的事情。你知道吗？新来的江南道御史，他正要动本参你呢。你也不要等人来参你了，你是知府，平抑地方是你的分内。如今由于你的举措不当，闹得市井无序，说到哪里也难辞其咎，你就自请罚俸3月吧。唉，我知道你初来扬州，立功心切，本意并不坏。上面要是问下来，是兵部也罢，是吏部也罢，我都能替你挡一挡。四爷那里怎么交代，可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你可别忘了，四爷管的是户部，这里的盐一旦出不去，第一个着急的就是他呀。别的事情你先不要管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放人，要让盐商开市，懂吗？啊？姐，咱爹当初是不是当的江南道御史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。刚才我听那个巡抚说，新来的那个江南道御史要参咱们李大哥。
大人，把那姓黄的放了。去啊！是。哎呀，哎，大人，他说他还想在这儿多待几天呢。什么？啊，嘿嘿，李大人，是来放我出去的吧？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。啊，是啊，不错。我还真不知道这扬州城里还有这么个清静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就先不准备出去了。你想坐牢啊？如今我这一生罪孽太多，就算是苦修还愿吧。现在街上罢市，百姓都受苦。什么时候重新开市，我什么时候再出去。李大人，别惦记我了，干您的事儿去吧。啊。派一个信差，把这封信送到北京雍亲王府。是。先生，刚才季公子又送来了帖子，他说要在船上听您的琴。上阵父子兵。先生，我看不要去吧。这个时候见您，有来者不善的意思。盼儿，我多想让你见到我风光的一面。就像当年火烧赤壁之时，公瑾面对小乔；就像好剧出城之际，后主李煜有小周后在侧。可是天公作难，要练我心智啊。先生，心不要太重。你想，就是诸葛孔明，也有六出祁山无功而返的时候啊。姑娘的一句宽解，可抵10次封侯。你说的对，该认输的时候就要认输。要去。去。我给他谈了十面埋伏，自己不能学楚霸王。你还记得我教你十面埋伏时，让你背的诗吗？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李大哥，在哪儿呢？哎，李大哥。李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脑子乱，空空。李大哥，你是不是怕那人参你啊？怕个屁！呀了个呸的，人死鸟朝上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你老这么空着也不是事儿啊。
我姐和那任先生都帮你想办法去了。干嘛？任先生给那个什么季公子弹琴去了。什么？哎呀！你姐呢？我姐去找江南道御史了。我们都是站着撒尿的主，知道吗？怕个什么呀？你去把他们找回来。哦哦。有人来登门求见。他说他父亲是前江南道御史。哦。我们好像见过。您曾经路见不平，帮过我。啊，对了，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岳老前辈的后人吧？那是家父。失敬，快请进。李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你为什么参礼位呢？哼，你不让我参礼位，这个不像执义公后人的作为。你参他什么？严行罢市，官盐庭院。难道这事还小吗？你就不问问是什么原因？哼，他脱鞋去帽，当众撒泼，将一介知府变成一个市井无赖，只凭这一点，什么原因也不足抵。你只看见了事，为什么不看看他的心呢？哼，急功近利，一心只知邀宠于朝廷和自己的主子，置官箴法律于不顾，这就是他的心。我没说错吧？姐，走啊！你刚才叫他什么？我叫他，叫他。算了，做这种戏有什么用？你是？我是岳子峰的女儿，我叫岳思莹。良辰美景，怎么能没有笙管歌喉伺候呢？来呀，摆琴。是。等一下，只要一张。弹琴是要费心的，我只想舒畅舒畅。知道了。任先生。今天就赏一曲吧。
好，那天是十面埋伏，今天是兵败垓下，倒也是因果相连呐。季公子真是深通音律呀！不敢，在李守面前，怎敢谈深通二字？盐商们罢市了，这老百姓们没有盐吃。若公子能解罢市之围，让盐商开市的话，我就让任先生再为您谱几个新曲。想不到胖儿姑娘也是菩萨心肠，也来为民请命。您看我像吗？哼，让盐商开市，其实不难。知府李卫你见过吗？见过。告诉他，只要他到盐道衙门前，磕3个响头。李大哥吗？出去了，说是去什么盐道衙门了。啊？他真磕头去了？给谁磕头？哎，任先生回来说了，姓季的那个大坏蛋，说是要想让盐商开市，哎，就得让李大哥在盐道的衙门大门口磕3个响头。太欺负人了！还要怎么欺负人啊？豆腐不敢吃，连俸禄也被罚了。你看看，老太太都挖起野菜来了，还给人磕头，给人磕头。哎，轻点啊！我这是脸。对不起。哎，你说咱们老爷真能去给他们磕头吗？哼，不踹他们2脚啊，就是好事儿。磕头，哼！哎，你再给我多擦2下，多揉2下啊！哎，轻点。美的你，哼！你。李大人，有事啊？您找谁啊？要我通报一声？我找你奶奶。他在那儿站了半天了，磕头了吗？骂了句人就走了。一晃快10天了，这里里外外可都是钱呐，真这么跟他抗下去？
安徽、江西那几个盐号急得直叫啊！你们要看得远点儿。一任知府要当3年呢，不让他尝尽苦头的话，他会没完没了的闹下去。我们赔得起吗？就怕他不肯磕这个头啊！他会回来的。太平年景盐商罢市，哼，别说他一个李卫，就是那位四爷，恐怕也担不起这个罪名。我担心的是他什么都不怕呀。哼，有什么都不怕的草民，没有什么都不怕的官员。别小看了那个顶戴，能让人把腰伸直，也能让人把腰弄弯。启禀公子，他又回来了。把这个给他送出去。是。这个送去吗？嗯。我娘呢？在后院挖野菜呢。挖野菜。你还拿个蒲团来干什么？这地不硬。娘，儿子无能，儿子不孝。好儿子，不哭。这豆腐咱不吃了，咱又不是没受过苦。年年闹灾荒，咱不都是野菜结的短儿？你不也长这么大了吗？儿子当了官儿，可是还让您在这挖野菜吃。这官不好当是吧？不好当咱就不当。天底下那么多人，不都也活得好好的吗？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咱逃荒挨饿的时候，官印土都能咽下去，这还有什么咽不下去的？你说的对，可是儿子怎么就这么笨呢？我来帮你。南京板鸭、湛江烧肉，外加绍兴黄酒。什么清官不清官的，都是狗屎。来，打牙祭。老弟，这可不像你呀。大到两国交兵，小到下棋打赌，都是有赢有输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也不能让人下跪磕头啊！太欺负人了吧？哼，还真有人疼你。男子汉嘛，能吞能吐，能屈能伸。韩信乞食漂母，受辱胯下，
兆丰淮阴侯，不就是磕个头吗？先生又有胜算了吧？胜算不敢说，起码是要往前走。这只肥鸭子就是私盐，肥得流油的鸭子。盐道衙门、官员子弟、盐商、河防营、盐帮，所有沾上油水的，都把这只鸭子围得水泄不通。你只要想碰这只鸭子，所有人都会扑上来。你们说，这次我们输在哪里呀？那还用说，没把这只鸭子抓着。这只鸭子也太大点了吧？这一只手哪抓得住？那这只鸭子长翅膀了？知府大人，你说呢？我的脑子还是不够用。我们不该直接去抓这只鸭子。聪明，说得对。我们不该直接伸手去抓鸭子。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把手收回来。那第二件呢？先别急，第一件还没做呢。要把手收回来，要让他们看着你把手收回来。怎么收呢？你说呢？我明白了，儿子，不就是磕头吗？磕就磕，观音土咱都咽下去了，还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跟谁学的？油嘴滑舌。儿子，呀呸的，不就是装孙子吗？今儿我就寒信了。用不用我陪你去？又不是喝喜酒，陪着去干嘛？用不用我陪你去？哎呦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多少人疼你啊！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的。哎，话说回来了，这些丫头们都不错，可一个成亲了没拜堂，一个拜堂了没成亲。你瞅你混的！妈，我就够烦的了，你歇会儿吧。哎，严姑娘，她可真是我一块心病。你说，我也知道，你跟了她，你有点委屈；不跟她，她有委屈。你说这事儿吧，我真是……老太太，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您还是歇着吧。石榴，你就跟他圆了房算了，行吗？您说什么呢？你呀，还是歇着吧啊。最后哪个都没捞着，那可就惨喽。那我就歇着吧。
怎么回来了？我不能便宜了那个王八蛋。你挺舒服啊。还行。哎，你出去，快出去，快点！你还是不想出去？还是那句话，银行什么时候开市，我什么时候出去。我不能白进一回大牢，总得有个名堂啊。银行开市算什么？我说让他开市就开市。哼，你不信呢？哎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呐。咱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好啊，怎么打？3个时辰之内，我让银行开市。你输了呢？我听你的。我让你学狗叫，你学吗？学啊！我要赢了呢。那就听你的。好，那你给我磕仨响头。好啊，你做个证。是。一言为定。那个李卫又来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这怎么又来了？就是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去，告诉他们。是。你们看好了，李卫要磕头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李大人扶起来！是。这是干什么呀？除了天地君亲师，怎么可以随便叩拜呢？我是真心诚意的。李大人过分了，同地为官，磕磕碰碰的事难免嘛。盐商还没有开市，我心里都着急。这帮盐商讨嫌之极，去把方方面面的人都请来商议开市，就说是李大人的面子。是。快把李大人扶起来，给他压惊。我真的着急，心里着急。小姐，顾小姐来了，快请进呐。是。哎呀，春玉，咱们多久都没见面了，见一面可真难。来，坐。你倒真会说话，是你见我难啊，还是我见你难啊？如今你是红得发紫了，想见你的人把钱举过头顶，你都不会看人家一眼的。我那不是逢场作戏吗？说吧，你怎么想起我来了？我问你，下月初4是不是龚老帮主的70整寿啊？亏你还记得我爹生日。要是连盐帮老帮主的寿辰都忘了的话，我们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？这倒是实话。你要去给我爹做寿吗？光做寿还不行，我还有一份厚礼要送给龚老帮主呢。李大人，李大人请啊，请。您请。坐吧。坐。大家都坐吧。坐。李大人跑来跪我的盐道衙门，虽说大可不必，
但也足见他忠于朝廷、体恤民情的诚意呀。前些时候实在是闹了些误会，借此机会呢，也是尽弃前嫌嘛。李大人，您说呢？我这次来，是在四爷那儿领了咬牙的差事。大家伙也都知道，前3任的扬州知府，那都是被砍了头的。我要是交不了差，我可怎么办呀？这么一来，我才着了急。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腾到这个地步。不过今天正好，借着季大人的酒，我在这儿给自个儿遮遮脸。各位大人，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计较。哎，这怎么会呢？李大人的难处也是可以体谅的嘛。其实我是这么想，各位大人，你们看，你们能不能成全成全我？这每年的盐税少了70%，也实在是多了点儿。各位，能不能够在我的任期之内，哪怕多缴上那么2成，那我也就好交代了呀。好说好说，李大人要是把这点意思早点说了的话，何苦舞刀弄杖的呢？是啊，3年之内多缴2成，从船舱缝里扫也扫出来了。对呀，对，就这么回事。是，真的呀？是。你们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这不是瞎费劲吗？来，各位大人，来，李大人，老帮主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一种怪病，请了好多郎中都没有看好呢。那帮里的事谁管呢？都掌握在我师兄手里。嗨，你大师兄不是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？上次见到老帮主，我还听说……哎，别提了，提起来人家就烦。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我师兄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哎，说点开心的吧。你不是说要送我爹一份厚礼吗？拿来给我看看啊。到时候我再让你看。好啊，你还卖关子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比方说，这就是盐，这是诸位，盐道衙门，河防营，还有各位盐商大老板，这是本官。咱们大家只要一起把这盐围住，每人只要多出1点力，那朝廷的差事咱也办了，那本官也好交代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还有盐帮。哎，盐帮的人怎么没来啊？盐帮嘛，只不过是一群臭苦力，这种台面他们是上不来的。哎，人家在江湖上那也是有一号的，再有一号那是黑道上的人。我们用他们就是了。那个姓冉的小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那天居然跑到我那儿去，要和我河防营划地盘，真不知道自己是老几。算了，咱们不说盐帮了。来，为李大人能当好这一任扬州知府，也为了大家共同为朝廷效力，同饮一杯。来。李大人，罢市的事儿，咱们是不是也一块聊
操心吗？各位，你们不知道，巡抚大人啊，罚了我3个月的俸，我现在真连豆腐都吃不上了。来，开市了，开市了！严行开市了！哎，严行开市了，照常营业，严价不变啊！严价不变，开市了啊！严价不变，还跟严一样。老爷，您受苦了。哎，等一下！王大人，我们家老爷让我把这个给您。外面的锣声您听见了吧？我们家老爷说严行开市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俗话说欠债不欠赌债，严行开市了，您输了赌。老爷让我问您，您是在这儿磕呢，还是到里面去磕呢？打赌的时候我是个证人，现在输了赌不认账，该打该罚，可是我说了算。你要怎么样？您要是把这头给磕了，那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。哼，我要是不磕呢？您那儿什么规矩，我可不知道。按我们牢里的规矩嘛，我看这块的大小差不多。输赌不还的话，您把这个嚼嚼咽下去。那是石头。嚼不动的话，就按规矩从您的后面塞进去。您是磕头呢，还是让我叫兄弟给您扒裤子啊？我是会长。赌局上面可没大没小，不管您是会长还是驴蹄子马掌，只要输了您就得认。来呀，把他的裤子给我扒下来！哎，等等，起来！我们老爷发话了，说，不想磕头就别磕了，别为难黄会长了，这叫和为贵。我还真想看看这块石头塞进去是什么样子。放了。今儿这火都着上房了，你还有心思干这种不正经的事儿？我看挺好，这世道没什么正经的。任先生，这头呢我也磕了，孙子我也装了，接下来就该听您的了。上次我们说了，这是私盐周围的一个圈儿，要想抓住里面的东西，必须撕开一个口子。你们说，这口子从哪儿撕好呢？这盐道衙门是不可能了，盐商又不好碰，何方营连年将军都没办法。今儿在吃饭的时候，只有一拨人没到，他们说这拨人上不了台面。哪拨？盐帮。你这个头没白磕呀！我写信跟四爷要了个东西，今天传译过来了。我不识字儿，这什么呀？太医院的官碟。这有什么用啊？禁盐帮。真是大喜呀！哎呀，您帮主到。
比南山。我爹说你们都是有孝心的，难道我就没有孝心吗？寿星老吉祥，我祝您老啊长命百岁。爹很高兴，说啊一听你的声就高兴。光听声算什么呀？我还有更实在的东西呀，送给老帮主呢。对了，爹，盼儿说有一份厚礼要送给您。别卖关子了，什么好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太医院的文牒呀，给皇上看病的太医们都有一份这样的文牒的。这文牒是干什么用的？给老帮主看病啊。公孙先生，请。公孙先生，先不急吧。急不得，急不得，急不得，这个病啊，急不得。对呀，今天是宫老帮主的寿辰，我们大家还等着给他上寿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在我这个医生的眼睛里，就只有病人，还真是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。不过医生是不能轻易给人做寿的。万一我前脚做寿，后脚人家翘辫子了，我怎么交代呀？这么说话？说什么话呀？不过，宫老帮主又另当别论。一辈子都跟盐打交道，那是会偿命的呀。我倒想请教先生的高论，这和盐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是谁呀？本帮副帮主冉成杰。你吃过猪肉吗？猪肉？对，就说猪肉。你说是一块鲜肉放的时间长呢，还是用盐腌过的咸肉放起来的时间长啊？公孙先生啊，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还常把皇上给逗乐了呢。其实这也是一道方子。一个人一天要是能够大笑几次，那是比吃什么药都管用的呀。在下公孙友，御前五品太医，见过宫老帮主。家父问公孙先生怎么到了这里。我家主人最近身体不适，向皇上讨了个假，回乡休养一段。啊，我和公孙先生啊，早几年就认识了，这次恰巧被我碰上了。哼，我和盼儿姑娘认识很多年了。当年我落魄的时候，她曾经帮过我。现在她开了口，我自然是不可以不来。再说，我也想就此认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！哈哈哈哈。公孙先生是上宾，既然来了，不妨小住几日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也趁这个时候跟老帮主学学怎么样做腌肉。
臭婊子多事，上哪儿找来这么个鸟太医？他要是真把那个老不死的治好了，对咱们太不利了。以前来的几个郎中，咱们不是都想办法打发掉了吗？就是，咱们照方抓药就是了。这回不一样，你没看见吗？那是御前五品，能轻易下手吗？严行罢市10几天了，各处都急得要命。现在开始了，正是咱们大干一场的时候啊！老头子的病难说，现在都这个样子了，这太医又能怎么样？真要治好了怎么办？大不了做掉那个老头子，这个不许那个不许，我早烦死他了。哎，我知道你是舍不得那个宫春玉。我说副帮主，和接管整个盐帮比起来，这一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？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！不要动怒，不要动怒啊！不要动怒啊！哎呀，咱们毕竟是行走江湖的，动手做掉帮主，真要传扬出去，那名声可就完了。还是要想想应对的办法呀。对，最好是维持现状，既不让他死，也不让他活。哎呀，可谁知道这个太医有多大门道啊？让他看吧，他总得开方子吃药吧。他开方子，咱们抓药。对，咱们给他抓假药吃，吃了也好不了。派人监视着，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不能让他们随便接近帮主。是。我就回去了。看来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呢。我爹啊，难得这么开心。等你爹病好了以后，你再来谢我吧。真看不出来，这个公孙先生是五品太医呢。怎么，这五品太医该是什么样啊？我也不知道了。不过他倒蛮有意思的。那是因为你看惯了五大三粗的人，就像你那位大师兄一样。又提他干什么？哎，上次我一提他，你就满脸的不高兴。你们俩这还算是青梅竹马吗？可是人总是会变的呀。他现在野心越来越大，几个香堂堂主都被他拉拢过去，还整天跟那些官府和盐商的人搅和在一起。哎呀，有钱赚那还不好吗？可是我们盐帮从来只是运盐不走私盐的呀。虽然小打小闹夹杂点私盐也是常有的，可是从来不会大张旗鼓的去走私，而且更不会和那些盐商搅和在一起。自从师兄翅膀硬了以后，就越来越不像话了。现在我爹一病，他就更无法无天了。行了，别发愁了，赶紧把你爹的病治好了，有人管他就行了。小心点回去吧。师兄，师妹，太医什么时候给帮主看病啊？人家刚到，总得先安顿安顿吧。哦，那看病的时候叫我一声。怎么，你也要学医啊？给皇上看病的人嘛，开开眼。再说你身体弱，我要真能学2手医药，日后也好帮你调理调理呀。现在咱们进是进来了，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你看出什么来了吗？
我觉得这帮人心眼不是太多，应该比那帮人好对付。我觉得这里的气氛不对。那是不是因为老帮主得病闹的？如果我看得不错，盐帮可能要闹内讧啊。我看这张药方子呢，还是要再斟酌一下，可以再加2味药嘛？你去笔墨伺候。快告诉我个药方子。紫河车5钱，紫河车再加5钱，驴皮阿胶再加1两。怎么，连脉都没号过就开方子了？是啊，看病讲的是望闻问切，只看一眼就开方子了，他也太厉害了。不管开什么方子，还是那个办法，咱们抓药。公孙先生啊，副帮主让我问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。看病这种事情，别人是帮不上忙的。跑跑腿儿、抓抓药之类的事儿，还是我们去做。我们和城里的几家大药铺常年做着买卖，关系不错，保证能拿到成色最好的。好啊，反正我们也是人生地不熟啊。桌子上面有张方子，去拿吧。哎，好。去配好了。好，那么我马上就去。他们为什么急着去抓药？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我们都已经来了2天了，好吃好奉承的，可那老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急着让咱们看病呢？墨要细细的磨，墨色才能发出来。他在说什么？怎么，你老婆要生孩子了？嗨，我连老婆还没有呢。那你抓药干什么呢？这是给我们老帮主抓的。说实话吧，你小子一定在外面惹事了吧？我惹什么事儿啊？真是想瞒我？快说，是哪家的媳妇儿？哎，不要乱讲啊！这真是给我们老帮主抓的。你胡闹！这个药是治女人产后出血用的。啊！废物！你倒是看清楚了。禀副帮主，大小姐领着太医去给老爷子看病了。老帮主不要着急，这个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只要能够慢慢调理，老帮主的病是会好起来的啊。听听脉吧。我爹说不用听脉了。这个。我爹说啊，先生是号过龙脉的，怕自己福薄，经受不起。不听脉。不听就不听吧。你把以前用过的方子拿过来给我看看。
这个热药多了一些，不知道老帮主受不受补啊？我家主人用药一向谨慎。这样吧，我替主人请一请脉。怎么，你也会？开方子自然不行，但是摸一摸火大不大，还是可以摸出来的。是啊，火大就不可以用补药了啊。爹，怎么了？我爹说，公孙先生是好过龙脉的，怕折寿。哦。怎么样啊？中焦火有些盛。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这是身体太弱不经补的迹象。好了，回去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了，弄些菊花醉液水喝喝。我回去再斟酌斟酌，会给你们一个新的方子。好，这是200两银子，请公孙先生润笔。可是这个方子我还没有开出来呢。这是规矩，请笑纳。这该死的鬼病谁见过呀？啊！我觉得好像是中风。中风？任先生，要不你胡乱给他开张药方子算了。有意思，有文章啊。您号出什么来了？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这位龚老帮主根本就没病啊！师兄，爹说今天是他70岁大寿，他想单独向历代祖宗磕个头，叫你们不用跟进去了。好吧。退下吧。走，咱们到里边说去。啊。爹，你这一天到晚都这样装着，也太辛苦了吧？玉儿啊，你看没看出来那个太医是什么来路？盼儿姐姐举荐的，而且又有太医院的文牒，还能什么来路呢？不，那几个人绝不是太医。
那他为什么要装病呢？这在兵法上叫示弱，就是说，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制约对方的时候，就装出弱小的样子，麻痹对方。他示弱给谁看呢？我开始也有一些纳闷儿。如果是示弱给我们看，可在我们来之前他就已经装病了。如果说是示弱给别人看，也犯不着把自己的手下全瞒着。他示弱给自己人看？对，他是示弱给那个副帮主冉成杰看。严行罢市10多天了，现在正是大批出盐的时候，可突然来了几个陌生人，属下总觉得不对呀。莫非是朝廷派来的探子？我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。唉，列祖列宗几百年积下的盐帮家业，弄不好就要毁于一旦。爹，您真认为他们是朝廷派来的吗？我观察了，那几个人和冉成杰没什么关系。如果是盐道衙门和盐商派来的，胖儿不会不知道，冉成杰更不会不知道。这几个人十有八九是朝廷派来的。干脆，咱们给他来个扔石头吓老虎。什么叫做扔石头吓老虎？嘿嘿，他不是没病装病吗？老子给他开一剂毒药，就说是专治中风的，我看他敢不敢吃。哼，那个呀叫敲山震虎。哦，哎，对，敲山震虎，震一震那只老虎。还有，要震震冉成杰那只猛虎，看看他和底下几个堂主是什么反应。那他们会不会怀疑我们？你当人家还没起疑心呢？他们早就怀疑上我们了。你立刻到盐商总会去一趟，请黄会长帮忙弄清楚，朝廷有没有一个叫公孙友的太医，最近是不是到江南来了？是。你去看一下，那个人的药方开好了没有？是。替我去把老爷子请出来。记住了吗？嗨，不就10几味药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呀，还是再背一遍吧，要不待会儿你嘴里说的和纸上写的对不上号，就露底了。哼，我这辈子啊，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。行，背一遍就背一遍吧。7步蛇胆12颗，银环蛇骨12节，毒蝎30只，整蟾蜍30只，追魂曼陀罗散12钱，砒霜12钱，泻盐12钱，苍蝇、蚊子、臭虫、蜈蚣各80条，还有那金环蛇、银环蛇、眼镜蛇、竹叶青、五步蛇、六步蛇、金蛇、蟒蛇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不都是毒药吗？不错。都是毒药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这样吃了还不被毒死？你说的一点都不错。这样的药，要是给没有毛病的人吃下去，会马上七孔流血、浑身发黑而死。但是像老帮主令尊这样的毛病却恰恰相反，他吃了这样的药，不但不会死掉，而且还可以把体内的毒攻出去。
真有这么神奇吗？你们不要忘记，我是太医，吃我药的人不是皇上，就是后宫里面的贵族儿。如果我开错了一贴药，那是要冒杀头的死罪的呀。没有这些医国的手段，我是不敢胡乱开方子的。此地虽然不是紫禁城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病人贵为帮主，我要是乱开药方，岂不是和我自己过不去吗？只要老帮主真的是得了这个病，一贴药下去，只会好，不会坏。除非老帮主没有病。你胡说八道！难道我们帮主会没病装病吗？哦，那么现在你就去抓药好了。师妹，你说呢？那就抓吧。副帮主，我在想那个太医的话似乎有些深意。莫非那个老家伙真在装病？说下去。属下在想，他要是装病，为了什么呢？莫非是另有图谋？如果他真是在装病，这倒是个试探他的好机会。我们就将那副药抓了，看他到底敢不敢吃。属下年少时也曾学过一些岐黄之术，多少通一些医理。照那个方子抓药的话，这副药吃下去是凶多吉少。要是他真有病，吃了这个药，就算不死，也不见得就好啊。要是他装病，吃了这个药，死了也不关我们的事啊。这样一来，春玉小姐也就怪不到副帮主的头上了。这样的药，碧浩可不敢卖呀。我给你10倍的价钱。人命关天的事，碧浩可吃不起这个官司啊。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儿做生意了？哦，原来是盐帮的大哥呀！哎呀，实话对您说吧，就是不做这生意，小浩也确实不敢卖这药。除非怎样？除非你不拿出这药方，多走几家药铺，你一家药铺买1、2味，您这药不就抓齐了吗？这小店也不担罪责嘛。怎么不早说？现在可以判定，那个老帮主装病是为了向冉成杰示弱。可这一点我没想明白。哎，你们说他堂堂的一个正帮主，他干嘛要向一个副帮主示弱呢？当初为了再废太子，皇上不也在热河称病不出吗？江湖也罢，官场也罢，其实都一样的。如果我所料不错，老帮主是不愿意和官场盐商勾结，担心走漏私盐太多，有朝一日朝廷追查起来，他的盐帮就毁了。因此，盐商和盐道衙门就拉拢了冉成杰，和他勾结起来贩卖私盐。这样一来，老帮主的势力自然就弱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有装病，等待时机。嘿，那咱们还真赶上好戏了。要抓住这个时机，帮助他，取得他的信任。有了他，咱们就能从这里撕开个口子。哎，那这病咱们还接着看吗？看，
药呢？接着吃。这个谎现在还不到戳破的时候。现在要做的是，让他看出来，咱们知道他没病，但是有意成全他。哎，可是他们的人已经去药铺了，那可是一堆毒药啊！真要给他喝了怎么办？嗨，那还不好办。你去趟药铺。怎么还是这张药方？对不起，小店凑不齐。我给你10倍的价钱。客官，就是100倍的价钱，小店也凑不齐呀。凑不齐没有关系，你给我按着方子上的药，找一些相像的凑一副就行了。相像的？怎么个相像的？比如说这7步蛇的蛇胆，你给我找无毒蛇的蛇胆；砒霜呢，给我换成芒硝。哎，总之啊，只要外形相像，将有毒的换成无毒的，怎么样？那你还给10倍的价钱？当然，能凑齐吗？真的凑不齐，假的还不容易吗？怎么了？好险，好险呐！什么好险啊？哎呀，好险，好险呐！我忘掉了一味药引子。什么药引子？苍蝇、蚊子、臭虫、老鼠、蜈蚣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是活的，马上抓一只过来。抓这些干什么？这是虎狼药，必须先用一只活物投进去，写一些药性，要不然的话，谁喝了谁会死掉的。你要是不肯去抓的话，我可以叫你们龚小姐去抓。我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。